针对语言学的一寡基本的定讨论定用得到的基本概念来做一寡小解啦大先呢咱要先来讲语言甲方言有啥物差别language 甲 dialect 伊有啥物款的差别当然一般伫中文内底呢，可能语言甲方言一般人对中文内底即个方言的定义，甲语言学内底咧讲的无一定会共款啦来，咱先来听看卖啦先听看各位，你感觉你的第一个直觉直接的感觉讲，方言是啥语言是啥伫中文世界内底呢，伊所讲的方言是啥语言是啥咱接过来讲伫语言学顶头呢，语言甲方言的差别是啥伊的定义是安怎是有啥物款的差别来，有人要讲看卖无来，尽量平时咱上课大家呢尽量发言啦咱平时发言较济，咱平时分数就算较悬定的。老师，好来好来，请讲方言是毋是就是平常时咧讲的迄较白话的话？较白话嘿，那是啥物意思？你敢若基础？你语言就是写伫文章上顶悬的。你讲安怎？我讲方言就是较白话的，就是平常时咧讲的迄种对话。安尼好来，佫有人要讲看卖呢无？来，然后来请人要讲话你着麦克甲拍开直接就发声好来。老师我讲我讲。好来，请讲。语言呢，可能是指一般通称的，也许是官方的。那方言比较是地方各个的小聚落的自己在说的语言。你的方言是较地方的语言，安尼意思咯。好来，佫有人要讲看卖无？好来，梁志来，你有举手来，请讲嘿。那语言这个物件，就是咱会当人交人世界沟通的物件，包括像讲，迄个咱交日本也好交美国也好还是交阿拉也好这大家拢会当沟通的嘛。另外，伊语言内底有包含世界各国的方言，包括这方言有可能就是咱较接使用的，咱较工作稳定用的一种沟通的方式。好来，佫有人要讲看卖无有无？我讲的直接麦克甲拍开好来。老师，我感觉好来，请。我感觉迄个方言应该是涵盖在语言里面，那个语言的范围会比较大语言的话，一般感觉上应该是就是人家有一般国际上面的一些认定许可我自己的感觉老师。好。刚有听到老师。有听到，现在有听到。好来，佫有人拄则佫有人手要讲来，请讲来。老师。来，请讲。我是想说，语言会不会是比较学术性的说法？比如说类似研究，比如说像是什么健康教育，还是什么数学的。然后方言是我们实际上在使用的。来，若无轮到发言的，麻烦麦克去关起来注意迄个顶方迄个课安尼。来，无要讲的麦克爱去关无大家拢真美呢。我了解，谢谢。好来，拄则有几位也无得发言，麻烦麦克关起来无你闭大家拢会听到好来，拄则来，歹势拄则讲我一半老师是我是加入，加入来。然后我是想说，语言会不会是比较学术性的一个范畴？
然后方言是我们实际上在使用的语言。然后比如说，我们可能有数学，数学就是比较理论性、比较学术性。可是我们就算没有学过数学，我们以前还是会算，出去买东西的时候还是会算多少钱加多少钱这样子。好，来，还有人要讲看卖无？老师，我觉得会分成语言或方言，是不是跟政治文化有点关系？安尼吼，就是统治者的用的方式跟我们地方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好，谢谢。好来，还有无？我想大家拢有讲到一部分啦，拢有讲到一部分啦。好来，现在苗族，来。老师，那个语言是不是包含了文字跟声音？那方言好像大部分都是声音居多。好，大家拢有讲到一部分啦，拢讲到一寡语言甲方言一寡现象但是到底呢，语言甲方言是啥物差别？啥物叫做语言，啥物叫做方言呢？咱即摆无咱举一寡具体的例来看卖啦请问。北京话啦，所谓的国语啦，恁话伫学校咧教所谓的国语北京话请问北京话是方言啊语言？方言。方言。语言。北京话是方言啊语言？咱方言。语言。语言甲方言嘛是看用啥物角度来看啦请问？北京话甲台语，A、B 这两个北京话甲台语互相之间是啥物关系？是语言的关系，还是方言的关系？原本是方言对方言，到尾变做语言对方言。好，较早啦1990年代以前啦咱遮若较资深的啦比我较侪岁以上，我相信恁拢拄过较早的。国语政策迄当时拢会讲不要讲方言，甲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讲拢是方言敢若国语北京话毋是方言。请问即句话有啥物问题？还是无？就是讲伊认为台语、客语拢是方言，敢若所谓的国语就是北京话，还是讲华语毋是？即个伫语言学顶头敢会通？有啥物问题无？台语敢是北京话方言？客语敢是北京话方言？咱想看卖咧。恁感觉好来，迄个美玲来，请。我咧想，敢是讲迄像认为家己是政治主体有关系？当然，语言的名称甲政治嘛是有关系，无毋对这咱等下嘛会讲到语言名称甲政治是有关系啦，无毋对。但是你若是徛伫纯粹语言学，咱若先甲政治的，先甲放一边，先莫论着政治，单纯就语言学来讲的时阵呢，请问语言甲方言啥物关系？台语敢是北京话的方言？客语敢是北京话的方言？或者是讲客语敢是台语的方言？以前咱拢会想细汉时拢讲这不要讲方言啦，台语、客语都是方言，是啥个方言？若要讲方言北京话嘛是方言的一款迄是相对的语言甲方言是相对，你甲啥物人咧讲？每一个语言伊本身某一个角度来讲，伊嘛是方言呢。就是讲伊内底有一寡变体所以咱一般咱若甲用方言即个词，方言会误会啦，咱拢想地方语言拢想方言就是地方语言北京话嘛，若安尼讲，北京话嘛是地方语言伊是北京地方的语言伊只是迄个中华民国佮有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甲选做标准语尔嘛，一个甲叫做普通话，一个甲叫做国语，伊上拣出来尔。当初时蒋介石因若是甲广东话甲拣出来做中国的国语，即个时阵广东话就变国语北京话就啥，嘛是地方语言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讲呢，
语言甲方言之间嘛是有一定的关系吼。咱即摆先来讲吼，伫语言学顶头呢，语言甲方言有啥物差别？一般咱拢是用两个人沟通，听有听无来做基本的标准吼。伊是语言的差别，还是方言的差别？你若 A、B 讲两有 A 即个人 ，B 即个人，伊用伊的母语去讲看觅呢，互相你讲的时阵，若拢听无，安尼 A、B 伊是两个互相无共的语言的关系啦。你若 A、B 两个伫讲话的时阵呢，伊听有，毋过呢，可能有一寡腔口听着感觉怪怪，还是讲少数的语词听无啥有，毋过基本上两个还佫会当沟通一，两个还会当沟通，会当理解。安尼 A、B 两个是方言的差别啦，方言的差别，这一般咱伫语言学顶头拢是用即个基本的标准来分类。所以呢，台语甲华语，也是讲北京话来讲呢，请问两个有法度沟通无？若无去学的时阵你若无学对方的语言，一个讲中国话北京话，一个讲台湾话台语的人，两个人敢听有？听无啊！所以台语甲华语就是北京话呢，互相之间是啥？是语言甲语言的关系，因两个是各自独立的语言啦。伊是互相独立的语言啦。台语甲客语互相之间，你若无学，敢听有？嘛听无啊！客人讲谈毋说，谈毋说是啥物意思？敢听有？咱遮讲汉语呢，了有汉语，咱遮可能应该较无客人啦，拄则讲迄是客话，谈会说就是听有，谈毋说就是听无啦。汉语就是客人所以像这呢，台语、客语互相之间听无，所以台语甲客语互相是两个独立的语言啦。这伫语言学基本上拢是安尼来处理啥物是方言差呢？譬如讲，平平是台语咱遮有关庙人无？咱遮敢有人关庙来？有无？无吼。咱台南咱台南人有人是在地，爸母拢是台南的无？伫台南出世，爸母拢是台南，有无？发声者，咱来啥物人是台南人？来，咱来台南人，甲咱讲几句话你也讲即个一起去 KTV 唱歌，来，即句有台语你安怎讲来？咱台南人先来看啥物人先先讲先赢来，拢会使。来，我先。好来，好来。你讲。做伙去 KTV 唱歌。大家发现无？你若毋是台南人你甲注意听，伊拄则讲迄句来，请你去讲一届，大家斟酌听做伙去 KTV 唱歌。有无？来，咱搁请另外一个来美莹你嘛台南人来，请你讲一个来。做伙去 KTV 唱歌。有发现无？其他的外县市的家己的有人发现无？台南有啥物特殊的腔口有无？唱歌，唱歌，咱拢听有意思啦。但是你若是家己的高雄的，你会感觉哪会遐爱笑？哪会拢去 KTV 咧唱歌？咱讲唱歌，你若家己高雄唱歌会唱，但是台南人典型的台南人拢讲唱歌啦，真好笑的笑，所以像这呢。你意思嘛听有啦毋过呢，伫遮呢，你咧唱变做笑，变有腔口，安尼呢，像安尼，迄算台南腔，那安尼时变一个台南人，甲一个高雄人，两个伫讲的时阵，伊互相听有但是敢若一寡腔口怪怪尔，咱就讲 A、B 这两个互相是方言差的差别尔啦，安知搁来，譬如讲，咱关庙。嘛是咱台南关庙咱遮无关庙人敢有关庙举手者有无？无啦咱关庙呢，你讲要来赛时买红赛，
捌听过无？有迄菜时啊买红菜，请问即句啥意思？伊是要讲我要来菜市啊买红菜啦，毋过因的关庙呢，典型的关庙人，菜市啊是讲菜市啊，吃即个音会变丝即个音，所以伊讲我要来菜市啊买红菜，红色的菜，伊会变我菜市啊买红菜，这是啥？关庙腔啊。所以你若是一个高雄人，甲一个关庙人，两个你讲话听嘛，拢大概有法度沟通，毋过就是小可一个腔口听得怪怪，所以咱就讲 A、B 即两个，伊拢是台语，毋过是台语内底方言差，无共的方言啦。安尼就清楚啦吼。语言甲方言，伊的区分是安尼所以呢，即个咱台语有足侪无共方言差，其实逐个语言拢嘛有方言差。所有的语言拢有方言差，你讲英语嘛共款呢，美国英语甲英国式英语嘛无共呢，恁听得出来无？你若甲听即个 BBC 也是讲 CNN 呢，美国的英语甲英国的英语听起来无啥共呢，你平就算美国的嘛无一定共款呢，伊嘛有小可的争差，迄就是方言差。咱台语咱搁来讲，除了咱拄则讲的台南腔、关庙腔，咱才有宜兰的无？敢有宜兰人？咱即班嘛无宜兰人宜兰人讲食饭配卤卵，骹酸酸，手软软，即句有啥意思？敢听有？食饭配卤卵，食饭配卤卵啊！爱讲食饭配卤卵，骹酸酸，手软软。手软。所以呢，啥物人杂音足大你有杂音可能是恁麦克有怪怪你若看宜兰人呢，伊即个饭这呢，咱若伫即个声韵学的时阵，咱会讲到啦是安怎无？老师，你敢是断讯啊？对啊，老师这个断讯，没有声音了。好，歹势拄则登机开箱机器。咱拄则讲到即个宜兰腔食饭配卤卵的音呢，伫宜兰拢变伊这是有一定的规律变做所以饭变饭，卵变卵食饭变食饭配卤卵骹酸酸，手软软像这呢，这嘛是方言差台语内底拢会有方言差另外咱另外一个讲法啦伫语言学顶有另外一个讲法叫语言的变体啦迄是伊的语言的变体啦就是讲造成伊会小可无共，伊的变体这个变体是安怎造成的？伊有可能区域造成的，嘛有可能是阶级造成的，嘛有可能是时间长短
所造成的，所以咱就统一讲，就一律讲是语言的变体安尼尔，因为一般你若敢讲到方言呢，伫汉字内底呢，容易会误导啦。方言当然是地方语言、地方语言安尼尔，其实方言毋是敢讲地方语言的差别尔，你若伫社会语言学内底，一般就是讲语言的变体，language variety，语言变体有可能是地理位置造成的，嘛有可能历史造成的100年前的台语甲即摆台语嘛无共嘛有可能是阶级造成的乌手工人甲国外做老师的，你的一寡语言的讲法嘛无啥共这拢是造成语言变体包括查甫的甲查某的语言使用方式嘛无啥共所以伫汉字内底，方言大多数是基地理位置造成的语言差异尔。毋过其实呢，咱伫语言学顶头，咱会较用迄个方言，迄个就是用即个语言变体是基各种的变体拢会使好，咱拄则个讲到即个台语其实所有的语言拢是方言啦认真讲。所以呢，台语嘛共款只是讲倒一个方言，互经来做标准化，结果伊就咱一般就会感觉迄就是语言譬如讲啦咱台语呢，咱台语嘛足侪方言差的咱拄则是举一寡安尼其实佫有足侪所在拢有今仔咱若经台南做标准某种程度其实嘛是呢，你若看咱百外当前上早台语报纸嘛是为咱台南开始。即个真侪文献拢是用台南做标准所以某种程度呢，其实咱即摆读着这书面语，足侪拢是用台南做标准好，假使讲咱经台南做标准伊互敬着的呢，足侪人就认为讲台南这才是语言其他的呢，关庙啦、宜兰的迄种叫做方言其实无啥正确认真讲，若要讲方言，大家拢嘛是方言，拢嘛是台语的语言变体其中一种。只是讲迄个变体可能较侪人讲，较少人讲。过来某一个语言变体可能互经做是标准化。为啥要经这无法度？因为伫现代学校教育内底，你要教倒一套，比如讲台语你要教倒一套，你一定要经一个做标准所以呢。你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出来无互敬着，你就认为讲迄是方言北京嘛共款伫中国伊嘛足侪种语言北京话是互敬出来做迄个所谓普通话，也是国语北京话内底其实嘛佫有方言差对无？是要用倒一搭？譬如讲各位，咱伫台湾讲的北京话也是讲所有华语，中国人一听出来无？会听出咱腔口会共款咱听中国人伊讲即个北京话，北京人讲的北京话，甲一个广东人讲的北京话，你敢听得出来？无啥共你看北京人讲的北京话，广字是毋是讲了足明显的，对无？中国因家己本身的北京话嘛，毋是全国一致的呢，伊嘛是有所有的方言差北京人伊的广字也是讲伊儿化音呢，加足明显的。但是你若中国南方的福建、广东遐个人咧讲的，因的腔口，北京话腔口就甲咱较像南方的基本上拢无广字所以其实北京话伊嘛是有方言差所以你是要经倒一页会做标准你像讲即摆。中国因若伫用的迄个所有的即个普通话到底要用倒一个？伊嘛袂用真正顺的迄种北京腔来做标准迄嘛是因为迄嘛是方言差一种好所以这就是讲语言甲方言呢，伊只个特质这大家爱小注意者所以拄则大家讲，拢有讲到一寡现象啦拢有讲到一寡现象，但是就是可能较无一个。一致化较标准性的一个较全面性的了解啦总讲就简单讲呢，语言甲方言的差异，就是用两个人去讲话
看因听有啊听无，用安尼去做判断啦，所以你若是西方的语言学家来呢，一定讲台语、客语，也是讲即个北京话，即三种呢是三个无共的语言，是三个互相独立的语言但是你若中国人来，中国语言学界全部都是拢政治化的，一定拢讲即种方言尔啦，汉语方言啦。中国人一定拢讲这全部拢汉语方言，迄完全是政治操作的啊！语言学顶头西方语言学无人认为汉语是啥物方言啦，中国一定拢讲汉语7大方言拢黑白讲的啊，迄伊的定义是你只要用汉字就叫做汉语方言，但咧请问日本嘛用汉字啊，要叫汉语方言无？越南话嘛用汉字啊，越南较早嘛用汉字啊，有要叫做汉语方言无？韩国人较早嘛用汉字啊，要感觉叫做汉语方言所以中国伊甲这啥物汉语方言，完全是黑白讲，迄完全政治化后来才有人举手，后来叫啥？宝辉甲即个阿鲁来请，有问题请讲爱开麦克啊老师，我举手是较早迄个。咧讲台南人的时阵，即马无小心去试着诶，无试无要紧嘿。来，老师，请问一下，迄若是咱咧讲的迄腔啊，比如讲，若像家庭诶讲话，拢会啥物打，迄嘛是算方言吗？还是迄是腔诶？嘛是啊，就是讲，你甲想啦，用 language variety 语言的变体角度来看，安尼上清楚，就是讲。无共是差伫倒位，话可能是思维无共，话可能会佮加一个啥物回答也是讲像阮高雄，阮拢会较会讲你，安尼你类似即种，这嘛是啊，嘛是方言差一款所以你来看爱做调查，到底是差伫啥物所在这就是你爱去做方言差的调查研究所以咱拄则讲的咧。所以即个语言甲方言的差异咱拄仔讲迄是西方语言学基本上一致的一个标准做法，拢是安尼当然中国伊就拢无照即个啦中国拢是甲你讲是汉语方言认真讲啦，你若讲汉语系language family 安尼 OK 啦，汉语系一个 language family 一个语系下面有足侪无共的语言。安尼就 OK。你若讲，而且是汉语系，即个语系内底伊佫有足侪无共的语言，有7大语言，安尼讲就较合理啦。但是你若看中国的语言学册，全部拢就是汉语方言啦，迄是完全毋对的啊。迄是因为伊是，就是要台统啦，简单讲就是要用语言来做台统的即个政治目的啦。所以咱发现讲你咧看西方的语言学的研究的论文，甲中国的，就是会有一寡只关键的所在会无啥共这是各位了解一下即个即部分语言甲方言，遮敢有啥物问题？无啦好，过来咱即部分语言甲方言遮安尼我搁补充一下所以呢，你也看以前呢，咱90年代以前所有的国语政策，迄当时无啊拢讲台语、客语、原住民话，这拢是方言嘛为啥迄当时要调工讲咱这拢是方言？因为伊的逻辑是安尼啦，对中国的逻辑是讲你的方言就无价值啦，消失了嘛无要紧，你知是无？所以我来讲，中国伊的汉语，伊的即个语言学界呢，包括伊甲讲汉语什么7大方言，伊调工个定做方言，意思讲你遮死也无要紧啦，像我北京话留来就好所以你看1990年代以前呢，迄个国民党的即个国语政策的时阵嘛共款伊的调工是甲伊贴标签，讲你这个方言伊的意思就是讲咧，敢若袂输。伊讲你这个敢若袂输台语内底
啊，咱用台南市做标准，啊，你宜兰腔吼，你即个腔口尔，你即个方言啦，食饭配卤卵，你着对逐个拢讲食饭配卤卵，你袂使讲饭，袂使讲卵，哦，啊是讲你鹿港人呢，哦，鹿港腔，啊，譬如讲鹿港腔，伊真明显着讲鹿港人，哦，鹿港人，伊个有特别迄个腔口呢，伊就讲啊，你即个方言尔吼，消失去无要紧，无影响到迄个语言。你知影？所以为啥以前国语政策的时阵，拢会调讲，讲啊，你这个方言，原因是啊，要互你感觉啊，你这这语言伫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呢，伫校教育一定要经一个做标准嘛，吼。啊，伊就讲啊，你这其他拢是我北京话的方言尔，所以死也无要紧。伊的逻辑是安尼来的，啊，问题是，咱拄则讲的，就现代语言学来讲，你若语言互相袂通，迄就是语言甲语言的差别，毋是方言的差别啦。啊，这是即部分。啊，过来，咱就过来讲名称吼。拄则嘛有人有讲着吼，即个名称的部分呢，我即摆用另外一个档案吼。有关着即个台语的即个概念啦吼。过去呢，咱伫国语政策的年代呢，嘛袂讲到台语即个事啦，拢袂用台语啦，一定拢是用方言啦。啊，若有夹要讲，拢讲按闽南语啦，啊，上接样拢是讲方言啦，伊就是要甲你拍死啦，讲啊，你就是无价值，先要就价值顶头来讲呢，要甲你讲啊，你这方言啦，无价值，无存在价值啦，啊，咱即摆过来讲，啊，进前有当时也讲闽南语，啊，闽南语甲台语是有共啊无？啊，台语要叫做台语，还是叫做闽南语？要叫做啥物话较适合？啊，有诶人嘛讲，啊，这是毋是叫做河洛话？还是讲福建话、福佬话？到底呢，咱即个语言呢，要叫做啥物话呢？即个呢，咱嘛来小讲者吼。啊，即个语言要号做啥物名称呢？其实会当有两种无共的观点啊。一个是单纯为语言学的角度，单纯为语言学的角度来号名，这是一种的做法。另外一种就是讲，除了语言学之外，佫会加上政治啦。这嘛是足普遍的啊，拢会加上政治的用法啦。你就像讲中国嘛共款啦，过去台湾嘛共款啦。你像讲中国，咱拄才讲，伊条件讲汉语方言，伊要号做啥物名？比如讲，伊号做普通话、普通话，但是以前国民党因条件要用国语、国语，伊要模仿日本，条件用国语即个名称啊，即摆中国因除了用普通话，因佫用汉语啦，用汉语啦，毋过其实这是足讽刺的啊，北京话敢是纯的汉语？其实北京毋是纯的汉语啊，北京话一半拢嘛是满洲人的话，所以这嘛是足讽刺的啊。但是迄是号名啦，迄是政治的用法啦，北京话会遐济光字，会遐济儿化音呢，迄是满洲人的关系啊，迄古早汉人迄个满洲人统治200冬，因的语言迄个满洲人影响着啊。所以即摆北京话，伊会遐济，因为就是要改变遐济，其实伊是有足济非汉语的成分啊。结果即摆甲北京叫做汉语，迄是足好笑的啊。其实是足好笑的代志哈。总是不管啦，伊要中国人伊要号啥物，迄因兜的代志。汉语呢，伊要甲号做汉语，迄嘛是伊的政治因素啊，要号的啊。伊用伊政治要甲号名所以即个。俗语啦，即个语言伊的号名呢，大多数拢会受到政治的影响啦，包括咱台湾嘛共款。你也看，到即都算民进党执政，教育部的正式对着台语的号名是啥？嘛是叫闽南语啊，对无？你看课纲顶头，伊嘛是甲你出现叫做闽南语啊，这自台湾的抗议足早，但是伊嘛是拢坚持拢用闽南语。为什么中华民国要用闽南语？
闽南语是啥物意思？为啥咱袂用台语？这嘛是政治啦，简单讲嘛是政治啦，因为伊要配合统战，甲咱叫做闽南语，表示咱是附属伫福建啦，伊嘛甲福建遐嘛叫做闽南语，所以表示咱是属于福建的，是属于中国的啦，中国的一个语言啦，认真讲呢，闽南语这是咧歧视咱的呢，闽南语伊叫咱闽南语，就是敢若袂是讲你番仔话啦，闽南语就是用现代角度来讲是番仔话的意思啦，所以咱即摆呢，咱嘛来针对这个我来做一个补充大生呢，要讲这个族群的名进前呢，咱先做一下调查，咱先想看觅呢几啊基本调查啦咱这基本调查呢，你答案先放伫心肝内，为啥咱要做这调查呢？等下咱这讲完了，各位就较清楚大先呢，我先讲，我是人这句话啦就逻辑来讲，我是人，敢有表示你毋是人？咱在座有30几位，有的人敢有跳出来呢？剩26个尔，有30有35譬如讲我讲我是人，我是人，敢有否定各位？恁嘛是人啊，对无？因为我是敢讲我是人尔嘛，我也无讲恁毋是人啊，是毋是？当我讲我是人的时，恁嘛会当讲你是人啊，恁嘛当讲我是人即句话嘛，这是逻辑上无冲突的嘛，对无？来，再来，咱再来看一下我讲我是人，无代表你毋是人啊，再来，请问，台敢是台湾的大学的简称台湾的大学，毋是，差一个岛，就差足济啊呢，对无？咱在座足济话，拢教国文的，教中文的，差一个岛，台湾的大学，台湾大学，甲台湾大学差一字尔，毋过完全是无共的意思啊，对无？台并毋是台湾的大学的简称但是台是台湾大学的简称，安尼就会通嘛，过来，另外一句，我若甲你讲，习近平咧讲台语，各位恁感觉有道理啊无？有人讲我笑的，习近平还讲台语，对无？习近平伊若伫遐咧讲伊个北京话时阵伊是咧讲中国话啊，或者是讲伊咧讲普通话啊，讲汉语啊，对不？你袂讲他在讲台语，他讲的这个语言就是台语啊。后来这几个咱就拢先搁啊记起来过来，咱请问，另外一个台湾府城伫倒位？台南府城伫倒位？台南府城。台南。好，这嘛是基本大家拢知啦当咱若讲到台湾府城是记台南啦当然咱在座有一寡家己来请问恁家己旧名叫啥？朱罗嘛对无所以古早若讲我要去台湾呢，是记对那古早台湾是记咱台南尔那古早啦这咱等下我会小讲一下咱即摆呢，咱再来看我先跳来这个。好，咱拄则咱有先做这测试就是也未正式讲闽南语、河洛话、福建话到底甲台语有啥物关系？进前咱先做安尼测试了后咱即摆就来思考啦真侪人讲台语袂当叫做台语，来叫做闽南话，无来叫做河洛话
啊，河洛话什么意思？哦，啊，闽南话什么意思？哦，啊是安那台语袂使叫做台语，哦，真正讲啊，你台语你安尼刷文主义呢？啊，我客语嘛是台语，原住民话嘛台语啊，是安怎干那你讲的即个语言叫台语？哦，所以你袂使叫台语，真正有即个讲法，我相信恁未来嘛一定拄会着，啊，因为太侪机会拢会安尼拄着啊，啊，足侪人拢有即种的迷思啦，啊，啊，这有啥款的迷思？哦，这就是咱后壁要来讲的啊，即个就逻辑来讲啦，吼，我讲台语，我即摆讲的是台语啊，真侪客人。就拢讲啊，我讲的嘛是客语啊，硬讲合法嘛还台语啊，哦，真侪客人就开始哦，你袂使讲，你会叫做台语，我客语嘛是台语呢，哦，啊，请问，像即种情形，上靠道理，上靠无道理，咱拄则讲的啊，当我讲我是台语的时阵，你客人，你若讲啊，你家己客户嘛是台语，你嘛会使讲啊，你嘛会讲。硬讲的迄台语啊，你嘛当用客话讲，你讲的是台语啊，敢毋是安尼？当咱讲我讲的是台语，敢有否定讲你客人就毋是台语？你若要认为你客语嘛是台语 ，OK 啊，迄个逻辑顶头是两回事嘛。但是你会当发现讲，足侪时间足侪即个场合，当讲台语的人，啊，我讲的是台语呢，定拢反对的一定拢是客人。哦，讲啊，你台语袂使讲你是台语。我客话嘛是台语啊，但是即个逻辑上就咱拄则讲的啊。咱讲台语的时阵，敢有否定你客语到底是安怎？迄两回事嘛，也无讲着你客语是安怎啊，对无？哦，啊，过来，即个，哦，我讲即个，咱拄则讲的吼，台，哦，伊并毋是台湾的大学的即个。简称啊，就亲像讲台语嘛，毋是台湾的语言的简称啊。台语啊，当咱咧讲台语的时阵，伊是专有名词啊。台湾的语言迄是复数的概念啊。台湾的语言伊有台语、有客语、有原住民的话啊，伊是复数的。台语迄是专有名词啊。就亲像讲台，伊是专有名词嘛。啊，你台湾的大学是复数的概念吗？所以咱成大嘛是台湾的大学啊，对无？哦，但是咱袂简称做台嘛，因为简称做台，迄是台湾大学伊专有名词，伊就已经号迄个名去啊。哦，啊，咱叫做成大，并无否定讲成大就毋是台湾的大学啊，咱嘛是台湾的大学啊，对无？所以同款的道理咧，台湾的大学甲台湾大学这是两件代志。台湾语言甲台湾的语言，迄嘛是两件代志啊！啊，台语迄是专有名词，台湾的语言迄是复数的概念嘛。哦，遮呢，啊，咱着爱知哦。过来，另外像讲，咱讲台南，啊，同款的道理呢。有个人讲，啊，你台南，他会使独占。台湾的南平都毋是敢若台南尔，对无？高雄加迄个高雄加即个屏东，佫比台南佫较南平咧。是安怎咧？敢若你台南叫做台南，但是迄是专有名词尔。台南迄是专有名词啊，伊毋是台湾的南部的简称啊，安尼是无？哦，所以咱台语嘛，感觉台语是个简称尔。哦，伊是专有，伊是一个专有名词啦。伊毋是台湾的语言的简称，伊是一个专有名词啊。所以专有名词甲简称这是两回事，这个观念爱分互清楚吼。啊，这个包括呢，佮另外一个例啦吼。有当时啊呢，原住民嘛会跳出来讲啊吼，你袂使叫做台语，我原住民的话嘛是，我嘛是台语啊，哦。尤其呢，前几工呢，有一个阿米斯的原住民哈，郑天才哈，伊是国民党党籍的原住民的立委哈。
啊，这阿密斯的因的阿密斯其实有两种的讲法啦，吼，因当在地的讲法是绑炸啊，北方的人的意思啊，吼，人的意思哈，绑炸啊，因有讲我绑炸吼，啊，绑炸是啥物意思呢？就是人啦，啊，基本上就是人的意思啊，吼。啊，若照咱拄才讲的，照郑天才逻辑，伊讲吼，你袂使叫台语，因为阮嘛是台语啊，所以你叫台语就否定着阮的存在。啊，若安尼郑天才嘛袂使叫做绑炸呢，对无？敢讲干那绑炸，阿美族较是人尔，啊，其他讲台语、讲客语就毋是人吼。但是咱敢会安尼讲？袂啊，咱嘛是尊重啊。啊，你绑炸就绑炸啊，哦，原住民内底足侪族群，伊的名拢是人的意思呢。你像讲吼，前几年有一出足有名的即个电影《赛德克巴莱》吼，史迪巴莱吼。啊，赛德克呢是啥物意思呢？就是人的意思啦。赛德克巴莱伊的史迪巴莱吼，伊的原意呢，原住民话就是正港的人的意思啦。是啦，伊只是甲翻做汉文吼，敢若袂赛德克巴莱吼，其实是史迪巴莱，就是正港的人啦。所以塞夏族因讲因是，毋是塞夏，迄个赛德克族啦吼，因就讲因是人啦，伊的族名就是人的意思啦。啊，咱敢讲啊，你讲你是人，安尼阮就毋是人哦。哦，咱嘛袂啊，哦，所以伫逻辑上来讲呢，咱讲台语呢，甲讲有排斥着客家甲原住民无，迄是完全两回事啊。哦，啊，过来。咱个为无共角度来甲看啊，就历史上来讲，咱拄则嘛问各位啊，吼，台湾府城伫咱台南，啊，上古早的即个台湾呢，上古早是指安平尔，啊，咱即个台南的安平，啊，啊尾啊伊才扩大变做台湾府城，啊，台湾府城范围大概差不多就是。咱古早台南有即个城门啦，吼，像讲咱城台嘛是吼，差不多是即摆台南市的市中心啦，就是古早台湾府城啦，哦，古早台湾府城，吼，你来看吼，咱这地图顶头呢，哦，即个用红色的，镭射笔，吼，你来看，古早台湾府城，台湾府就是安尼啊，遮细啊。就是差即摆市中心啦，差不多顶是车头，啊个城台遮佫较扩大小块，迄是古早台湾啦。所以古早呢，若福建、厦门、漳州、泉州遐个人呢，若讲我要去台湾吼，是去迄堆你知道，就是要来台南啦。吼，古早是若讲我要来台湾吼，袂走对淡水，袂走对台北去啊，安尼是无？古早迄阵嘛，还无台北个啊，吼。若讲要台湾，就是来台南尔啦，啊，所以台湾上早是为安平，尾仔佫变做台湾府城，尾仔豆豆扩大，尾仔才变做规个台湾叫做台湾啦，哦，这是历史上本来是安尼，所以伫早前的时阵呢，19世纪以前，你若讲台湾话是几对府城人讲的话啊，台南人啊，所以有的人呢，你若有的人吼。可能拄着台南人，我感觉台南人拢足嚣摆，尤其迄种，迄个滚下代拢是台南人诶，啊，为阿公阿祖迄代的拢是正港诶纯台南人，迄种吼滚下代拢是台南，因拢有一个气，拢有一个气口，因讲台南人吼，就是迄文化诶传承，啊，过来伊迄个一个气口就对啦，吼，啊，为虾米来安尼？古早台湾。上早开发就是为台南才开始的啊，哦，啊，所以古早呢，咱咧讲台湾就是记台南的啊，所以以前台湾话嘛是记台南话啊，哦，所以你来看咱白话字哈，这部分咱后盖会介绍哈，台语罗马字的报纸上早嘛100外当前，1885年上早呢为咱台南开始发行的，100外当前为遮开始的，原因是安尼吼。啊，若是原住民的话，会叫做啥？古早呢，你包括即摆嘛共款，你若看西方的文献，
伊若咧讲着原住民，一定要讲 Formosan languages。Formosan，伊拢用 Formosan，福尔摩沙。Formosan 的语言就是基原住民的语言。你若台语的台湾话呢？咱后壁看即个，伊拢就是拼台湾话。这放大啦，这样都这样，这放大这嘛是这是古早台湾府的地图古早台湾府就是安尼啊，这个无介大是安尼尔过来呢，咱再来看，伊这个豆呢，像这台湾府这是台湾府台南。台湾府慢慢这豆扩大扩大做变规个台湾，叫做台湾台湖湾你看这豆就变做台湖湾豆扩大像这呢这嘛是规个豆扩大变做台湖湾，毋过呢，伊原底遮呢嘛是抑个台南遮，伊嘛抑个标示伊嘛是抑个标示台湖湾，安尼知就是讲。伫台湾内底，伊的迄个中心，就是记台南遮，但是伊名毋是叫台南，嘛是抑是台湾啦。即个概念就亲像啥呢？譬如讲咱台南市、台南县市合并了，版图足大对无？但是你若伫台南，譬如讲你伫新营，讲我要来台南，即句话啥物意思？新营嘛属台南啊，但是为啥你若讲我要来台南？你倒伫台南啊？伊记的台南，就只是记啥？市中心啦，传统的市中心叫台南啦。是这个概念啦，安尼知所以咱台湾嘛共款啦。后来豆发展，规个台湾嘛叫台湾，但是迄个时代呢，遮嘛是抑个叫台湾啦，台南嘛是抑叫台湾咱再看安尼台湖湾，你看伊遮嘛是抑个拼台湖湾台湖湾TAIOUAN 台湖湾过来你看，像这呢，这是1864年的地图台湾拼入落，这台湾拼伫台南的，台南是拼台湾的，意思因为台湾府城台湾是遮是搁后来尾才豆因为全台湾叫台湾所以你若搁甲台南叫做台湾会火去，所以后来才搁豆甲台南叫做台南是安尼来，安尼台北换台北，台中换台中，这拢是较后来的名称你若看像这1864年100多年前尔，迄当时台湾是记台南所以伫早前的文献，台湾话就是记台南人讲的话这相对较早咱讲泉州话漳州话漳州话、泉州话，还是讲厦门话、厦门话，拢是安尼。古早呢，迄个惯势就是用迄个城市，还是用迄个府城用迄个县市伊的名称来作为迄个语言的名称所以是因为安尼因为有台湾府城台湾府城的人讲的话就是台湾话，所以咧台湾话伫历史上就是安尼建立起来尾对着规个台湾的名称叫做台湾，所以台湾嘛看做规个拢叫做台湾所以有的人讲你这用台湾话，这是沙文主义，完全是无符合历史迄是自然形成的，伫过去即个历史发展当中无嘛，迄是自然形成的这嘛无咧讲排斥原住民，还是排斥啥物伊就自然就形成去以前嘛拢无问题即摆会方讲是所有的沙文主义拢是战后以后，国民党要分化着台湾的族群，才开始讲你这都安尼是沙文主义是安尼来过来咱过来补充一个有的人讲你咧台语这都袂使啦，这是意识形态我怎要补充一个，足侪人知影蒋介石因拄来台湾的时，因嘛是用台语这个名称呢因一开始嘛是用台语呢，
因是到才1970年代，60年代60、70迄骹到以后，才慢慢豆改做用闽南话即个词啦，这了看，这是因早期拄来台湾的时阵呢，即个国防部啦，搁即个国语推广委员会啦，迄当时有台湾省国语推广委员会呢，因拢有出过共一个版本啦，只是讲伊即个无共单位咧出俩。像这呢，即本国防部伫1958年所出的，因为1958年的时阵呢，伊标题叫注音台语绘画注音台语绘画伫1958年伊嘛还阁用这所以呢。是甲当时才开始，差不多到咱拄则讲的差不多到70年代60尾期70迄个骹头的豆较开始为着要去台湾化，为着要加强即个中国化的教育，所以才开始一律禁止为教育部。开始禁止用台语即个名称，无以前呢，其实是拢用台语安尼，包括迄当时上早台湾省的国语推广委员会呢，因一开始来的时阵，因嘛是要一开始因的定的即个语言政策是要用双语的，是透过台语来学华语，推送两种，但是尾啊呢，因为另外即个政治的关系。因感觉讲袂使爱规个去台湾化，要去台湾化，规个变做中国化，所以到尾呢，才甲规个台语即个名称嘛用掉，然后学校强烈禁止，袂使用双语，是安尼这我另外佫有详细论文到时我再叫各位做参考认真讲呢，伫中国呢，你用城市来做迄个话的语言的名称，足合理的你像讲厦门话。漳州话、泉州话、福州话拢 OK 是安怎台湾话就袂使，而且其实国民党咱都来讲，拄来的时阵，头前迄20冬，其实伊是无问题的是到后壁，伊发现讲伊要反攻大陆无机会无机会通转去中国只好就爱踮台湾继续大来，继续大来，伊就要表示伊合法化嘛，要加强伊合法化，就是爱。甲遮个历史、甲遮个文化、甲台湾人的遮个历史文化甲消灭，甲台湾人规个洗脑做是中国人，伊才有法度踮台湾久长大落去是安尼，所以才做明为70年代规个中国化，包括咱另简单来介绍，像迄个白话字的报纸，台湾第一份的白话字，1885年发行的，台语罗马字的报纸，伊到1969年。发行遐尼久，发行要到8、90冬，到1969年被迫改做中文发行1969年以前全部拢是用台语发行的台湾第一份的报纸这咱另间佮介绍好即摆咱佮来讲呢，是安怎会袂当讲闽南话闽南话呢是啥物意思要讲这进前，咱先休困10分钟咱先休困一下呢。咱等下呢，再个继续好，谢谢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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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来，咱搁继续哈。我搁来分享一下档案一下。好，咱来讲这个闽南语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我想咱在座真侪人国文老师你看这个说文解字内底呢，你甲查闽，闽是什么意思呢？闽就是蛇的意思啦。咱先来看这个伊的原来，这个说文解字，的原稿，闽伫遮，这是闽，东南越蛇井，伊上开始呢，说文解字真简单，啦，东南边蛇井的一个民族啦，后壁这是这个讲这发音是安怎发的另外呢，这个清国时代呢，段玉裁伊嘛有这个说文解字度，咱看这个伊这嘛是段玉裁说文解字度呢，伊就写闽东南越，伊就解说较济啦，伊就解说较济以闽之国也，就共款啦，野蛮的国家啦，野蛮的国度啦，野蛮的所在啦，这个礼仪无所区也，无啥物礼仪连体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这是这个伊解说这个闽的意思啦，所以简单讲呢，闽伊就是讲野蛮民族所以你看闽呢，闽这个词呢，伊是门内底一个塘，迄个塘当然就是指古早蛇啦，意思讲遐个野蛮民族爱弄迄个惯势是拜蛇，拜用蛇做迄个都亭，做迄个图腾安尼的野蛮民族呢，这个闽呢，你看闽包括台语的词，台语发音啦，闽，有的人读做闽啦，闽迄是华语啦，咱台语叫闽闽嘛是野蛮的意思啦，所以呢，基本上这个词迄是古早中国用中原北方人的角度咧看待南平的啦，用统治者、殖民者的角度去看其他甲伊无共民族的人基本上是安尼有的人讲咱这用遐久对你互叫做番叫规清冬叫甲毋知你用叫规清冬的咱无去了解咱搁甲接受，这就足奇怪你看人原住民。较早嘛是用叫做番但是伫90年代人起来抗争了，后来政府就无搁用番这个词敢毋是？人就改做原住民改做原住民的词结果讲台语的人，嘛足好笑的，足奇怪呢。明明说文解字，人迄册就写伫遐，闽就是咧甲你歧视的咱家己搁看无，这足奇怪也是讲。咱看了感觉无所谓也无要紧啦，互骂做番嘛无要紧啦，这嘛足奇怪所以这就是讲，咱家己对这个用词用语呢，无要无紧无采较早读遐济文言文高中以前，像高中像一半以上拢嘛文言文读遐济文言文拢无效死背尔，袂像譬如讲较早文言文。国文课嘛介绍着说文解字竟然无人对这有意见，人迄个古早经典的册就甲你讲，你这就是野蛮民族，就你歧视的结果呢，台湾人也好，福建人也好，家己拢无要无紧
所以足奇怪所以你看像讲福建，用简称做闽，因福建人嘛无要无紧啦，所以这嘛是足奇怪一个民族讲讲你是野蛮民族家己也无要无紧即个过来咱来讲闽呢，闽南语这个词本身就有歧视的意思除了这个之外呢，咱过来讲，咱台语啦叫做闽南语有道理也无道理啦尤其呢，足侪客人拢会讲你不要讲台语啦，你那个不是台语，你要叫做闽南语啦闽南语，请问啥叫闽南？闽南只有闽南语吗？闽南地区敢干那讲闽南话其实呢，所谓闽南就是指福建南边福建南边嘛讲客话呢，福建南边嘛讲客话呢，过来所有的闽南话敢干分布伫福建南边尔，毋是呢，广东嘛讲闽南话呢，所以你若安尼讲，你叫即个语言叫做闽南话嘛毋对伊也毋是敢伫闽南尔闽南嘛毋是敢若闽南话闽南嘛有客话为什么你特别叫迄个就爱用闽南即个词闽南敢袂去排斥着客人，安尼意思所以足侪台湾人就是拢无咧做功课，无咧做研究啦，拢凊彩人讲安尼就行到要死对咱袂当沙文主义，袂使排斥啥，袂使啦，迄拢是人甲你治无爱，家己就行到要死迄就是咱台湾人无咧做研究无台湾学的研究对家己的历史文化无了解所以人凊彩国民党甲你套落，无甲你套落讲对，咱袂使叫做台语，咱来叫做闽南语，咱来接受闽即个词咱就来看一下地图。这资料各位你若家己网络 Google 者嘛拢有啦还是讲中国伊嘛出一寡即个汉语系遐的所谓汉语方言的分布图，你甲调查一下，甲看一下就知咱即看即个地图呢福建伫遮我来用一下设置一下镭射笔这福建福建呢，伊本身讲的话嘛几啊款啦即个咱现在讲所有的闽南地区啦这是闽南地区你也看闽南地区这嘛有啥肤色的这实体肤色足大片这是客语的分布过来像这一点一点，或者是讲较细的这嘛是拢客语的分布啦合法啦客语的分布即个闽南话除了伫这南部遮之外呢伫广东的东边即搭遮嘛有所谓闽南话所以若安尼讲的时阵你讲咱台语袂当叫台语，安尼闽南话嘛袂当叫闽南话因为其实闽南话嘛毋是干是闽南地区尔虽然闽南地区占大多数无毋对，毋过闽南嘛有客话过来广东东边嘛有闽南话安尼为啥你要叫闽南话？你若毋爱叫粤东语粤广东的简称叫粤无你粤东则嘛有，你无你若莫叫粤东语所以你用闽南话这个词嘛是家己省家己喙皮嘛是无理伊也毋是讲闽南地区尔过来咱要去补充一个信息，咱这边有感觉讲闽南这个词敢若袂输闽南话这个词敢若是足普遍的，毋过其实呢100当前无人咧用闽南话这个词啦，闽南话这个词是国民党创出来古早呢你也看古早的文献拢叫做啥？漳州话、泉州话、厦门话，拢是用迄个城市的名来咧号名的包括你看传教士，较早传教士因编的字典也好，还是因记录遐文献来讲呢，因拢嘛是安尼记所以你看上早传教士譬如讲是1837年 Medhurst 灭都书呢。这个传教士伊编的第一本字典就是福建方言字典伊嘛叫做福建话因为伊拄来伊想讲福建
拢讲共一款，所以伊就甲迄个语言叫做福建话，就是伊拄着就是所谓闽南话啦，就是福建南平，因为福建南平迄个所谓闽南话呢，摊了较济，因为因足济拢去海外移民去海外，所以真侪传教士拄着拢是迄个所谓闽南话，所以因就拢甲闽南话当做是福建话啊。包括你即摆你若去东南亚，你像讲去马来西亚就好啊，因叫做福建话，福建话就福建话啦。伊嘛是讲福建话，你若是菲律宾的，因就讲咱人话啦，咱人。菲律宾遐福建人，因无讲福建话，因是讲咱人话，咱即个咱人咧讲的话啊，所以叫咱人话，所以呢，闽南语即个词是后来国民党因提出来，特别是战后为着要取代台语即个名称，所以因才想出讲无咱用闽南话即个词啊。所以你甲找以前的文献。1945年以前要有闽南话即个词的文献，根本你找无啊。咱若小可了解历史，就知影历史的真相是安怎所以足侪人讲你袂当用台语啊，你来叫闽南话，迄是个因果倒并啦，倒果为因啦，倒并讲啦，颠倒台语台湾是上早，因为迄个相对咱拄才讲的。台湾话上早就是台湾府城的话嘛，所以叫做台湾话，是安尼来，伊历史是安尼来。古早文献拢嘛叫台湾话，无就漳州厦门，无人咧用闽南即个话啦，这是你若去甲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闽南开始大量出现是啥？就是战后1960年代以后，教育部下令全部拢爱用闽南话即个词。到即嘛共款的，教育部嘛佮沿线伫1960年代政策，全部咱叫做闽南话，是安尼来的。你也看连战因阿公连横啊，伊有2本册真有名，一个叫《台湾语典》《台湾语典》，我相信咱若国文系真侪人嘛会看过。连战因阿公连横，《台湾语典》伊嘛是叫台湾话啊，伊嘛是甲这个伊也无叫闽南话啊，伊嘛是甲咱这个语言叫做台湾话啊。日本人来了，伊嘛是甲咱这个语言叫做台湾话开始用叫闽南话，就1960年代，才用改名，甲侮辱甲咱台湾人家己无了解历史，家己佫欢喜甲过来，咱佫来讲即个闽南地区毋是干那所谓闽南话尔所以你讲有一寡客人主张讲，你袂当叫台语来叫做闽南话。嘛毋对啊，逻辑上嘛袂通啊。闽南话毋是讲闽南地区尔，广东、东平嘛有啊，这是即个有关闽南即个词为虾米咱会无适合用原因是安尼本身就是歧视，过来伊嘛是政治用语认真要讲，闽南话开始政治用语啊。台语、台湾话颠倒是注定中性的，伊是历史上就形成的这个观念爱清楚。有的人拢颠倒倒兵来咧讲讲台语啊、台湾迄拢是政治化的，笑死人！民进党还未成立之前，早就已经有台湾语即个词啊。连前因阿公就拢用台湾话即个词啊，清国时代就拢用台湾话即个词啊，因为台湾府城嘛。颠倒闽南话是196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啊。为即个时间来看，就证明讲送是政治化，送毋是政治化，就真明显啦过来，有个人讲好啦，无咱莫用闽南语，无咱用河洛话啦可能有个人听讲河洛话，河洛是啥物意思？有人要讲看嘛？河洛是啥物意思？这嘛有几个答案啦。河洛是啥意思？嘛，有几个答案有几啊种的即个即个解说针对河洛是啥物意思呢？有真侪人无共解说啦。有人要讲看卖无？河洛是啥物意思？敢会是黄河啊，佮落水河洛，敢是安尼？有啦，这连前的讲法这连前的讲法。有人安尼讲啦，有人即种讲法啦，但是敢真正安尼，咱
拍一个问号啦，吼。啊，除了黄河落水之外，啊，佫有啥物讲法无？来，佫有啥物讲法无？有几若种讲法？吼，啊，倒一种较有道理。老师，来，请讲吼，来。老师有迄个台语有一句话讲何乐何色，感觉何乐何色的意思就是讲，敢若足压贴的，啊，足无光明正大的，伊敢是咧讲即种话语的意思？这无关系，这甲迄无关系，嘿。哦好。这甲无关系，嘿，迄拄好音足成安尼尔啦。哦好。来，啊，佫有人听过讲啊，何乐另外别种的意思是啥无？有几若种意思啦，吼。啊，咱探讨啊，倒一种较有道理啦，吼。拄则有人讲着黄河落水嘛，吼，叫做何乐，吼。啊，佫有无？佫有人无共个讲法吧？有，啊来虚荣是啥物人？猪笼是猪好来，好来，你的声较细声哦，好，啊，讲较大声，啊，你讲有较大声。好，有好咧，请讲。甲是闽南语简称福，然后呢，福老，闽南人简称福老，然后红肉威。好，来，有的人会讲福老话啦，哈，尤其若客人，因的认知拢会讲，啊，你何乐话就是福老话啦，啊，福就是福建佬啦，福建佬啦，啊，福建佬就是个人字边，搁一个老伙仔迄老，啊。福建佬啦，哈，那客家族群，因的认知大多数拢是安尼讲，啊，你福隆人啦，哦，客话叫做福隆人啦，啊，福老人啦，敢有道理？福老人意思讲你着福建佬啦，福建仔啦，用咱台语讲啦，福建仔啦，啊，迄个福建佬的佬吼，迄为广东话来啦，广东话内底迄个佬呢，意思就是敢若贼佬，吼，你会啥物？伫咱敢若袂输咱台语讲。譬如讲吼，较早讲台语人咧骂即个客人，会是拢讲啊，你客人啊，哦，也是讲你骂警察咧甲你开红单，你甲骂的时阵，那叫做警察啊，哦，加一个啊，是你共歧视的。广东话内底嘛是啦，伊若是个闹，就是讲吼，嘛是甲你歧视的啦。啊，这毋是我甲你讲啊，这伫即个台语大书典内底拢有记载。1930年代出版的台语大书典拢有记载啊。啊。即个福建佬啊，这是一般呢客人啊，佮来广东人因的认知啦。啊，为啥因的认知安尼？啊，这咱后壁就会讲哈，即个甲因迄个移民的历史有关系啦，吼。即个我看，咱先看原底即个地图啦，吼。你看这个地图内底呢，啊，广东东边遮呢，嘛有一寡讲闽南话，所谓闽南话的人嘛，吼，尤其是潮州呢，潮州，毋是屏东迄个潮州哦，是广东的潮汕地区吼，潮州吼。你看潮州人，捌听过无？就讲潮州人，哦，潮州人呢，因的祖先就是为福建移民去广东的潮汕地区的啦，啊，所以福建人的祖先移民去潮汕地区了呢，因的语言都甲广东话、甲客话有接触，开始产生一寡改变。所以潮州人，你也注意看，潮州人讲的福建话呢，甲福建人讲的一半会通，一半袂通，哦，一部分会通，啊，一部分袂通啊。东南亚嘛足侪潮州人的啊，哦。啊，为啥呢？因为伊就是伊的原底伊的祖先讲福建话，但去到广东了呢，甲客人、甲广东人有直接了，开始产生语言的改变。啊，所以你发现讲，潮州话有一部分甲客语、甲广东话足像，啊有一部分甲台语、甲福建话足像，原因是安尼哦。啊，所以遮个人呢，潮州人移民去到广东了呢，即个广东在地的广东人，啊，佮有客人。就拢称呼遮潮州人讲，啊，恁就是福建佬啦，哦，客话讲福隆人啦，哦，啊，即个意思讲，啊，恁就是为福建来的人啦，是安尼，哦，这是因当地咧称呼遮个人哦，啊，这呢，
伫即个美国传教士吼，咱来看者吼。这美国传教士 Williams 吼，伊伫1874年所出版的汉英文赋内底，伊就记载美国传教士有记载吼，迄个扶老的由来是安怎？就是咧称呼遐潮州人原底是咧称呼遐潮州人客人、广东人，伊咧称呼遐潮州人叫伊福建佬福隆人是安尼。遐客人尾移民来到咱台湾了呢，伊就甲迄个惯性法早来咱台湾。伊想讲，迄当时移民来台湾，台湾的大多数移民拢为福建来嘛。福建就是共款因伫当地叫做福隆人就福建佬所以因就惯性法称呼遐讲台语的人叫做福隆人、福建佬，原因是安尼。所以你若看福建、福佬、福隆人即个词，拢是客人咧称呼讲台语的人。原因是安尼，这伫以前的，过来另外一个传教士Kennedy 伊伫1908年的时阵呢，伊嘛有记载，伊甲拄则这两个拢共款，伊拢有记载着，就是迄个河乐的由来，基本上拢是当地广东人甲客人咧称呼潮州人的啦，遐客人来到台湾了，伊就共款，伊用伊历史的记忆，伊就称呼台湾遮讲台语嘛叫做福隆人，原因是安尼，所以你若是通常啦，你若是住伫客家族群的边仔的人，你就捌听过福隆人、河洛人即个词啦，你若无听过的人，你就毋知影，河洛人即个词就是为福隆人即个词反过来，叫做河洛人。即个音就是福隆人遮为遮传过来所以一般你像阮细汉，阮厝边隔壁无客人，无客家族群所以阮根本都毋知啥物叫做河洛人、福隆人，这是到大学的时阵，阮第一届较听过。这毋是讲我毋捌听过，这较早这个王玉德王玉德王玉德第一个研究咱台语伊的博士论文就是做台语研究，即个王玉德博士，伊嘛迄个国民党咧做乌名单流亡日本，一直到过身拢无法度转来台湾王玉德博士呢，伊伫伊的册内底嘛有写着，这前卫出版社有出一套王玉德的专辑伊的册内底都有写着伊自细汉嘛毋捌听过河洛人的啥物事，河洛人啥伊嘛毋知。嘛是到大学读册的时阵呢，伊读大学的时阵呢，才拄着有客家的朋友，客人拄着讲你福隆人，啥物福隆人？伊问了原来客人称呼讲台拢会叫做福隆人，会安尼即个讲法啦所以呢，真侪人毋捌听过，原因就是伊若身边无客人，伊就毋知影。当然你若是厝边隔壁有带客人的。就较知影讲河洛人、福隆人是啥物意思大概是安尼即个河洛呢，咱拄则讲的台语大词典内底嘛有记载咱即摆看，这是台语大词典原稿这你若上网去查者就有台语大词典内底呢，伊遮呢福隆人遮伊写伫遮福隆人、福佬、福建人即个意思是啥呢？伊遮嘛讲的广东人伫偏向遐潮州人偏向广东遐的潮州人的一个用语啦，就敢若袂输讲加一个啦你这个贼仔啦啥物货啦安尼是咧偏向遐潮州人的这伫1930年代台语大词典嘛拢有记载。这嘛毋是咱即摆家己学白转的是一百当前人都拢有记载的物件，是咱台湾人家己拢无要了解家己的历史包括以前我嘛共款呢，以前我嘛毋知影，我想讲有人讲袂当叫做台语，讲台语就会排斥着客家原住民，无咱就叫做河洛人好河洛话我嘛
大学的时候嘛讲哦，安尼咱较表示咱无心胸刻薄啊，表示咱无沙文主义啊。但是河洛话到底是啥？我当时想啊，这是啥物意思？尾啊嘛是后来较发现原来河洛话其实是骂咱家己的啊，咱家己无主体性的表现啊。颠倒咱以前的惯习讲咱的台湾人啊，台湾人讲台湾话台语啊，透啥毋对？颠倒咧否定家己的主体性这就是啥？因为咱长期以来拢无台湾学的教育对家己的历史嘛无了解拢所在人甲恁跩啊。尤其所在统治者凊彩伊安怎甲你讲，咱就拢相信，拢听甲耳仔拍。足济尾才发现讲根本就毋是安尼啊，历史上根本就毋是安尼。这文献拢有记载，而且拢是外国人第三者足客观的记载啊。这台语大词典就记载包括像讲咱拄仔讲的，这外国的传教士来，人拢有记载是咱的历史拢无咧教。所以咱就拢所在人解说，迄解说权拢所在人咧解说所以河洛咧，即摆较普遍的，一般拢是客人较会用即个称呼啦，但是其实若徛伫讲台语的人来讲呢，这是无理的要本来咱的语言叫台语，叫颠倒要甲改换做河洛话嘛，足奇怪啊！你若讲你客语，你名称你伫客语内底，你要叫福禄发，我无意见。但是语言的名称爱尊重家己的族群的意愿咱进前譬如讲你若去 Google 一下，你通查看觅，用台语台湾话的比例，绝对比福佬话还是讲学佬话佫较济啦。上济统计起来就是台语上济，用即个数是上济、上普遍的。台语台湾话即个词是上普遍的河洛话福禄人，这呢，迄是客人伊的一个称呼尔。客家伊要怎称呼，讲台迄是伊的代志。但是呢，家己族群要称呼做啥，爱有家己一个主体性这是有关即个福佬当然福佬佫另外一种的讲法啦佫有第三种，这是安慰人的讲法啦就是讲河洛呢是基福建遐个古早的原住民啦，同款就是古早的遐百越民族啦，百越民族啦，百越民族的其中一族啦，这是另外一种的讲法啦，河洛这嘛是有个可能性啦，但是就是讲到底是毋是，这嘛足歹讲的譬如讲像越南因另外一个名古名，因叫落月落月啦迄个落月呢嘛是就是因古早的一个族群的名称啦落月所以你若讲越南遐叫落月即个咱即个福建遮的古早的原住民，古早的遐较早的早期的人呢叫做河洛，嘛是有迄个可能性啦总是即摆较普遍的河洛即个词，上明显就是客人用上普遍的真平，你若凊彩问任何一个客人会晓讲客话的客人，伊一定会讲你著福禄发啦。这就我讲的，因为因客人为广东来，伊的历史记忆就是安尼，伊认为讲即个话就是潮州人，就是因称呼潮州人就是河洛人，就福禄人，所以因甲即个惯势摕来遮但是你即个惯势来到遮了，你袂使强制人一定爱对你安尼讲你袂使讲强制讲台语人嘛，叫你讲阮家己叫做河洛族你要强制人安尼讲，颠倒较是一个沙文主义的一个表现好这是有关即个河洛即个词的由来这部分敢有啥问题？针对这敢有啥问题？没有。针对这部分咱讲的这真济呢，你会当参考我的册我的另外一本恁若有，应该拢有买啦咱喙讲台语手写台文内底有几若篇就甲这有关系啦这册内底拢有包括即个传教士因的记录遐原文，我嘛拢有放在这内底你会当
详细搁落看这本册吼。啊，过来，顺即个语言的名称啦吼。过来，咱就要讲吼，台语较早呢，我读大学的时阵就咱拄则讲的，我嘛感觉讲若讲台语，敢若迄摆脱着客家，摆脱着原住民，所以嘛想应该用河洛话较对咧。迄是较早初步的想法。尾来才发现讲其实迄毋是上好的做法呢，毋是上好的做法啦。上好的做法是啥？客家爱正名较对啦，是客家爱改名，毋是台语爱改名啦。安尼啦，这嘛是全台湾我第一个提出来。互各位做参考啦吼，各位咱感觉讲有道理也无道理啦吼。为虾米来讲客家改名较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呢？譬如讲咱先讲，请问客家是啥物意思？恁知影客家是啥物意思无？咱遮敢有人讲合法的，遮拢无啦吼。阮是大学时阵就学客话较早阮大学做台语社，90年代阮读大学时，阮除了做台语社，了阮嘛有客语组，阮嘛有开即个客语课。迄个时阮就学客语为啥迄当时要学客语？就是要客人无话讲啦。因为迄当时阮咧推销台语的时阵，足侪客人就讲阮客话嘛是台语你敢咧推销恁台语尔，安尼恁拢咧白摕我。我好无我学客语学互恁看，所以是因安尼所以才客语学起来即个客家即摆咱有所谓的客家委员会，各位恁知影客家是啥物意思无？其实嘛免想济，字面上就甲你讲客家就是啥？客家就是人客就是外省的意思啦。咱若用即摆现代角度来讲，就是外省人啦。这毋是我后白讲的有人讲你蒋老师你是毋是挑拨族群？毋是，这是客人家己就安尼讲的咱即摆看即本册是啥？罗香林罗香林伊真有名一个客家大脑、客家大佬。伊伫1930年代，伊出一本册叫做《客家研究导论》。伊家己就讲客家人是啥？为啥伊会叫做客家？因为伊去到某一个所在，人遐拢已经有人伫住伊就外地啦，就亲像讲1945年战争结束了，蒋介石带足侪所有的外省人来台湾，同款意思伊就为别个省份来台湾的嘛，所以叫外省人一开始外省嘛，无啥物贬义就是单纯讲你到台湾以外别个省份来的，所以外省一开始嘛无贬义，就是单纯讲你别个外省所以客家原底嘛无啥物贬义，就是讲你到别个外地来的人客啦，原意是安尼啦所以呢，伊意思拢是讲你伫外地来，毋是在地啦。罗香伊家己就客家研究，所以后来，因为罗香林是支持国民党的啦，所以后来你看国民党拢用客家即个词。各位恁来甲查，台湾日本时代迄个户籍誊本你来看，恁若有熟识客家朋友，你叫去查看嘛，因户籍誊本。日本时代。无客家人即个讲法呢？日本时代因叫做广东人啦。日本时代讲你是广东人越族的，你就是客人啦。安尼知意思无？客人客家即个词是国民党来才创的啦。咱对这历史爱有一个足清楚的认知啦。日本时代没有客家人，是广东人啦。你若看日本时代户口名簿。伊若写福的福的，就是你的祖先，就是为福建遐移民啦。若写色呢，素色的呢，就是你是平埔族的啦。若写生呢，你就是迄个原住民啦，就是也袂用东华原住民啦。你若写粤呢，就是广东呢，你就是客人啦。安尼说，咱毋通想讲台湾客人即个词拢是自古就安尼，无啦，你是国民党来甲安尼啦。咱嘛毋通想讲全世界客人拢叫做客人，毋是安尼呢。咱拢有一个错觉。我举一个例，
越南嘛有所谓客人啦，毋过越南的客人哦，你若讲吼，你迄咩行人哦，即句话就客话讲，你是毋是客人？你迄咩行人啊？哦，伊讲我毋迄行人啊，我换货。哦，伊讲我毋是客人啊，伊会问我啊，啥物是客人？就是客家即个词呢，毋是大家拢安尼讲的啦。客家即个词是罗香林创出来啦，伊定出来啦，毋是大家的客人拢叫做客人啊。像越南南部的客人呢，话叫做换货，华夏人啦，啊，越南话叫换货。安尼啊，越南北部的客人呢，叫做啥？换睚啦，睚族的啦，因叫睚族的啦。中国嘛共款呢，中国你若看有一个爱字吼，人家艾草迄个艾，迄就是客人啊，就是客家即个族即个名称，毋是统一的名称啦。为啥呢叫睚族？越南话吼，因的客人叫睚，因为呢，客话内底睚迄行人我哈，我是客家人，迄睚迄行人就睚，啊，所以越南人听着因定定咧讲睚嘛，啊，你著睚族的，用迄个名称来称呼，哇，你著睚族是安尼由来啊，啊，所以客家即个词是战后国民党来，伊才开始普遍咧用，因为罗香林就支持国民党的啊，哦，是安尼来的哦，啊，即个客家呢？咱就讲诶，罗香林甲你嘛讲啊，啊，你客家就是讲你是人客啊，你永远拢嘛是台湾人客，毋是台湾诶主人啊。啊，你若是台湾人客，毋是主人，啊，你凭啥物讲你嘛是台湾语言，你嘛是台语？所以呢，我感觉上好就是讲客语客家爱正名，该做啥呢？有几啊种做法啦，吼，这大家罔做参考啦，吼。譬如讲咱拄则讲诶，睚啊，无就叫睚人啊。睚花，睚就是客语嘛，用客语发音嘛，睚人、睚花，哦，这嘛真好诶一个做法啦，哦，哦，吼，睚人、睚花，这嘛是这种做法啦，哦，也是讲无你客家人改做头家人嘛好，哦，跳家花、跳家人，哦，这嘛袂歹啊。哦，汉字就安尼写啊，头家人啊，哦，或者是另外一种做法啊，用客语做主体来思考，客语内底伊个台湾话发音啦，吼，伊叫做台湾人、台湾话啦，吼，这是客语的特色，伊有乌伊迄个音嘛，吼，台湾话就是台湾话，台湾人就是台湾人，所以后间咱用台湾话，伊个直译就是台湾话。台湾话的即个客语发音呢，来称呼即个语言啊，啊，所以客语后间也叫台湾话嘛，啊，意思就是台湾话意思啊，安尼就好啊，对无？啊，你客人你就叫台湾人，用客语的发音叫做台湾人，啊，咱罗马字就拼做安尼，啊，即你若咧写英语的时，你若用罗马字来拼，拢袂火去。你若讲啊，只有台湾人，啊，因讲的语言就是台湾话，啊，足好个啊，大家拢做台湾人，台湾话，敢毋是足好个？为虾米着爱放弃台湾、放弃台语即个有主体性的用法，然后大家做伙死的迄种概念，无需要啊！大家拢做台湾的主人，敢毋是做好个台湾人、台湾话嘛？所以咱只换一个头壳，台湾话、台湾语就解决啦，就袂产生以前迄种情形。逐届咱若咧讲台语，客人拢跳出来反对台语即个用词。哦，你讲你嘛是台湾人、台湾话，安尼是做好个哦。啊，咱台语咱就讲。咱是台湾人，啊，咱讲话是台湾话啊。啊，这你伫书面语言你看，安尼就拼用罗马字的思考观点，咱自然就会当甲即个问题解决啦。大家踮台湾拢是台湾话，台湾人，你则用你家己的语言来拼音，就亲像咱拄则讲的，色迪巴勒、赛德克巴勒、色迪，就是人的意思啊。伊用人，伊甲拼做罗马字，就变做伊族群的名称啊。所以咱只跳脱汉字的束缚，跳脱汉字的思考，用罗马字来思考，足侪问题就解决啦。无需要讲啊，为着反对你台语，叫做大家拢莫叫台语，爱接受用闽南话，啊无就爱接受用河洛话，即种足无道理的用法啦。哦，所以呢，这是我提出来就是讲吼，真正若要名称若要好势，佮有代表咱台湾的主体性咧，客家爱改名。啊，譬如讲你客委会就爱改啊，你客家委员会你永远就是人客啊，啊你要安怎讲？
像是要表现讲你也是台湾的主人，啊，像是你搁要客家，迄嘛足奇怪啊！哦，好啊，这是我的一寡意见吼，大家罔做参考啦吼。来，针对这个各位敢有啥问题？无。哦，因为咱时间嘛差不多啦吼。我记啊，这是拄啊好呢，咱讲到这个语言方言这部分吼，咱嘛补充者，互大家做一寡参考啦吼。好啊，若无问题，咱时间嘛差不多啊吼。啊，咱今仔日先讲到这吼。啊，明仔载咱搁继续吼，搁介绍一寡语言学的基本的概念吼。好，咱今仔就先上到这吼，大家再会。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再见。再见。